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咗個善緣話你知癌症有得救嘅時候啦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個話題就係分析同埋預知，另外亦都會講解下5部曲點樣可以透過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咧，有效殺癌細胞，減低複製速度，從而可以止痛啦、去水腫啦、止血等等，同埋改善埋咧因為癌症引起嘅不適㗎。咁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話，必須要睇到最後啊！好啦，先講翻個話題先。分析何謂分析咧？咁好多人咧都知道患咗癌症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個天冧咗一樣啊！哇，死緊啦！你自生 cancer 仲唔死？其實錯晒啊！你生唔生 cancer 都要死噶啦，唔會話啊，因為你唔生 cancer 可以長命到200歲噶嘛？啱唔啱啊？你係首富好、億萬富翁都好，都必須經過生老病死，無一幸免。咁你驚嚟做乜嘢咧？一知道生 cancer，首先第一，心理壓力好大，情緒負面影響好多。冇必要做呢啲嘢啊，係咪？好啦，另外啲人啦就會知道患咗 cancer 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尋求西醫嘅協助。大部分咧都係做手術啦，割得嘅就割，跟住電療、化療啊，甚至乎未割之前咧做咩 PET scan 啦、抽針啦、MRI 等等各方面嘅嘢。原來我同好多患者溝通，10個有9個都話咗俾我聽，原來做手術啦、MRI 啦、抽針啦同埋 PET scan 呢啲咧係好容易引起擴散。基本上90%嘅患者因為做咗手術之後擴散更多嘅器官。如果係你又做唔做？跟住你又會講啦，喂，咁我唔做嗰啲檢查，咁我點知自己個惡性第幾期啊？嗱，第幾期或者數據咧係俾醫生嘅啫，佢係交翻俾藥廠，由佢哋研發更多嘅藥物出嚟，而唔係俾你去話幫你第4期點樣醫錯晒，所以唔好俾佢哋誤導，要自己要清楚你去了解一樣嘢，呢度先要分析。好啦，你話咦我唔抽針，我唔 PET scan，咁點知啊？個大細等等各方面超聲波咯。大肚婆照 BB 嘅時候，連心臟骨頭都睇晒嘅時候，我冇諗過，即係唔會係睇唔到你個腫瘤咯。另外抽血啦，攞個指數，癌指數幾多，有個 range 喺度㗎 ，over 幾多就生 cancer，under 幾多係冇事。所以其實都係睇數據，但係記住千祈唔好俾數據嚇死，亦都唔好因為醫生話要攞數據，叫你做乜之後而引起擴散啦。值得大家思考呢個問題。好啦，分析完俾大家。大家話當我知道患咗癌症嘅時候，咁點算啦？首先第一，自己可以 Google AI search 更多嘅資料，唔好淨係單方面聽醫生講。醫生都有醫療失誤嘅，都有醫死過人嘅。其實唔好盡信。所以其實當自己患咗癌症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咩啊？淡定，了解咗成個情況，個自己係咩癌，然後去 Google AI 揾更多嘅資料幫助自己，唔係淨係單一聽醫生講。明唔明白？所以要分析邏輯思考啊！另外關於預知呢個話題啦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好多時啲患者咧我係肝癌，我切咗部分嘅肝，醫生話 OK 嘅啦，跟住轉頭係肺癌，又切部分嘅肺葉，跟住擴散去腸又切，咁其實點解你不斷咁相信做手術會醫得好你咧？呢啲咪叫預知啊！明明唔得，明明唔啱，明明知係錯，仍然繼續要行。等於我割咗個肝嘅時候咧，我醫生話 OK 啦，咪轉咗其他器官嘅時候又割。你身入邊有幾多個器官攞出嚟割啦？記住啊，每做一個癌症嘅手術係大手術嚟㗎，唔係話少少微好細嘅手術。所以大家要清楚一樣嘢，係咪真係割先有效咧？相反嚟講，我哋團隊咧從來都唔贊成所有患者做任何嘅手術，尤其是觸碰個腫瘤呢樣嘢，跟住咩電療、化療、標靶、PET scan 針，全部都唔贊成佢哋做。唯一就係只可以安排患者咩超聲波同埋抽血，呢2個係最冇傷害性，亦都冇入侵性，先係有效真正幫到患者，唔需要擔心擴散各方面等等嘅問題㗎。另外一個預知就係咩咧？啱啱接受嗰個有個患者係求助，咁佢頭先我所講啦，佢係個胰臟癌。咁做咗手術㗎啦，跟住又擴散咗佢肝，而家又話要切部分嘅肝，但係佢唔想啊，佢60幾70歲，佢覺得係捱得一刀，未必捱到第2刀，所以佢選擇唔相信，咁揾我哋去幫佢啦，咁同啲仔傾偈商量㗎，阿媽你唔好傻啦，唔好信呢啲坊間啦，呃人嘅錯㗎，唔得嘅，咩中藥係慢㗎，你跟翻嗰個醫生啦，佢 follow 開你㗎，佢一定幫到你㗎啦。但係你明明啱啱媽媽先將嗰個胰臟癌交咗俾個醫生，就切完之後3個月擴散，仲要交翻俾呢個醫生，因為叫預知係盲撐盲信啦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啦，唔係一定要做手術先有效幫到所有患咗癌症嘅病友，而我哋好多個案咧係冇做手術，但係成功率非常之高㗎。就講一個個案啦，佢係一個乳癌嘅患者。咁佢係3陰性嘅，好惡嘅呢個癌 cancer。咁佢只係做咗抽針好簡單，咁但係都覺得嗰個抽針個位咧隱隱抽住痛，同埋個腫瘤唔舒服。咁佢又揾過好多方法㗎啦，又揾咗西醫睇過啦，又有咩香港最貴嘅醫院嘅腫瘤科權威，亦都係佢啲朋友嚟嘅，亦都睇過。但係佢最後選擇跟我哋去幫佢，點解？因為佢唔相信做手術可以好返。
佢唔相信西醫嘅治療方案，哪怕電療、化療、標靶，佢唔想。咁啊揾我哋去幫佢啦。咁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佢話俾我哋聽咧，佢個腫瘤嘅位置有抽搐同埋戚痛啊，拉扯感覺。咁啊透過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，大幫佢將痛楚收咗。其實點解腫瘤會有戚痛咧？係因為發緊炎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幫佢止炎、消炎啦，幫佢止痛等等，慢慢佢步伐康復嘅狀態。佢根本短短3個月嘅時間咧，已經好翻80%啦。佢唔需要做手術，佢乜嘢都唔需要。呢咪患者想要嘅答案咯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個案啦，就係透過我哋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㗎，又係咁佢一個腸癌嘅患者就係做咗手術。咁啊5個月之後咧，擴散咗佢盆腔，佢就唔點解會咁樣？醫生話當日同佢講話做得好好㗎，但係佢主刀醫生咧就叫佢翻屋企、翻公司咧做呢個翻醫院啊，係做呢個化療同埋標靶。你哋要翻嚟做㗎，唔係就好大件事啦。等等，原來佢復發嘅時候，佢揾咗2個私家醫生，不同嘅私家醫生，腫瘤科都話佢啊，你之前做手術咧係做得唔好啊，仲有部分嘅腫瘤留咗喺個腸入邊，所以引起擴散啊。咁你諗下啦。點解主刀醫生會打電話叫個患者翻去做呢個化療加標靶嘅？就係話保飛啊！如果係你，咪白捱咗呢一刀。如果唔做手術，會係點嘅情況？係咪可以好快好翻？好啦，另外啦，咁佢擴散咗去盆腔啦。咁佢12月23號復診嘅時候，醫生話俾佢聽：你全身發緊炎。我哋冇任何嘅西藥啊，或者標靶化療幫到你啦。已經冇任何辦法啦，唯有等舒緩啦。你得翻2個月嘅啫。佢聽完之後晴天霹靂，心如死灰嘅。點解得翻2個月嘅？醫生冇辦法去幫我，咁我睇西醫嚟做乜嘢啊？咁啊揾我哋去幫佢啦。咁啊透過我哋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，即係1月6號嗱，佢係2025年嘅12月23號復診，1月6號再去復診時同我哋講咧，個指數去翻正常啦。原本嘅癌指數22度，去翻得17度，佢個炎症冇咗啦。佢全身冇咗疼痛同埋針吉咁痛啦，因為當初佢因為針吉咁痛令到佢好辛苦啊。太過即係痛到係想死啊！咁跟住透過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，大幫佢消炎止痛、去水腫等等。而家有個好消息啦，咁又仲信唔信醫生話得2個月？我同佢講唔需要信啊！你要靠自己嘅感覺。點解？因為食咗藥好唔好、舒唔舒服、有冇話唔妥、有冇副作用，全部係你自己自身嘅感覺。你一睇就知，唔需要話醫生有咩數據，數據俾醫生睇，俾藥廠睇㗎，唔係嚟幫你㗎。所以大家要了解清楚，患咗癌症並不可怕。重點一樣嘢咧，就要乜嘢？揾到合適嘅方法俾自己。而我哋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係有效殺死癌細胞之餘，亦都可以大大減低複製速度，從而止痛止血、去水腫，同埋改善因為癌症引起嘅不適感。如果有緣睇到呢條片咁啱，你或者屋企人都想了解下5部曲點樣真正有效幫到自己個，不妨致電查詢啦。我個電話係68987897，68987897。善緣話你知，癌症有得救。拜拜。